是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国民党高雄市长的参选人郭志温来公布伊竞选团队的5个发言人。5个人平均的年龄27.1岁，其中大家较熟悉的是曾经封为国民党上水的发言人的李明玄，因为是在地人，佮有丰富的政治训练，即个会当好好来伸脚出手咯。那现任的市长陈其迈是还未开始竞选活动，伊是来聘请到专职的市府的发言人，是请到一位美女主播张贤卿，8月就要正式上班。挺治安，挺执政。大家穿白衫加牛仔裤，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郭志温，伊的竞选发言团队每一个拢有气个少年。我们这些新的团队平均年龄是27.1岁，其中上少年的刚好21岁，上水的这位李明玄有国民党美丽发言人的外号。他在的网络上面其实深受非常多人的喜欢，而且呢，他跟我一样，他喜欢旅游世界各地。郭志温讲，这5个发言人有的不是高雄人，有的是伫咧高雄大汉的囡仔，希望这个少年团队会当争取到少年选民的认同和支持。郭志温的竞选团队有认真伫咧布局，来看现任市长陈其迈也未启动竞选活动，不过有请专职的市府发言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业而且对家商非常的热血的一位专业的一个在媒体或者是在各领域，在他的领域里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欣赏。要出马担任发言人张喜卿是电视台主播，因为生出甜蜜蜜人气强滚，红则是女星级的人气主播，爸爸是中华电信工会理事长，带头电总公司的张事长。因为张喜卿长期走政治线新闻，台北市长郭文天本来想要找做发言人，心口会扣陈其迈手气，会当看到张喜卿除了人生得真水，公共行政的专业，台北高雄市长拢看甲真介意。伊个8月份地上阵，到时阵郭志温竞选团队的李明玄，佮高雄市会张喜卿，两位真水发言人，得定定上媒体占新闻为宾。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